你敢知影是哪个勇敢是伫倒位？啥个勇敢？我讲我应该向倒位行？有久啊多人想捌做，家己上适合的人生，但是安怎做嘛做无？有啊多人有我甲最小梦是，安尼的我敢有意义？敢无意义？有啊多人看起来荣华富贵，但是伊无快乐。表面上啥物拢真好，但是伊内心非常的寂寞。有久啊多人想要追求幸福，但是敢若在相信，根本拢无在认真做。这种人我嘛真无奈，真无奈。你敢知影生命的终点是伫倒位？啥会当甲我讲我应该向倒位行？有久啊多人袂出家己上适合的人生，但是安怎做嘛做无？有久啊多人。你敢知影生命的终点是伫倒位？啥个勇敢？我讲我应该向倒位行？有久啊多人想捌做家己上适合的人生，但是安怎做嘛做无？有啊多人有我甲最小梦是，安尼的我敢有意义？敢无意义？有啊多人看起来荣华富贵，但是伊无快乐。表面上啥物拢真好，但是伊内心非常的寂寞。有久啊多人想要追求幸福，但是敢若在相信，根本拢无在认真做。这种人我嘛真无奈，真无奈。你敢知影？想要追求幸福，但是敢若在相信，根本拢无在认真做。这种人我嘛真无奈，真无奈，真无奈呀！